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8月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9篇第1节到12节，箴言24章第1节到12节，以弗所书第4章17节到2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更新。许多基督徒喜欢告诉别人，教会里面不要谈政治，或者会批评人家说你太闲了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好像是在说他自己呢比别人更清高，比别人更属灵。但是牧师有一个话想说的是，如果你真的可以不谈政治，你真的不会去投票，那么这样的话你说的我才会相信你是真心的，否则牧师认为这种人只不过是一个包装的意识形态，没有改变的生命。所罗门王的智慧之言在箴言24章第1节到12节这样子的来提醒我们，不要羡慕作恶的人，也不要跟他们来往，他们专想做坏事，一开口就伤人。家庭建立在智慧和谅解的基础上，有知识的家庭屋中必充满贵重的宝物。明智胜过强壮，知识比利器更重要。作战必须先有策略，参谋多必操胜券。明智的话，非愚蠢的人能够领会。他们在会议上哑口无言。为非作歹的人要被视为阴谋家。愚昧的人的计谋就是罪恶。侮慢别人的为人憎恨。在患难的日子胆怯，就真是弱者。对无辜被拉去处死的人，你要伸手援助，不可筹作。你也许以为事不干净，但上帝要按照你的动机审判你。他鉴察你，洞悉你的内心，他要照你的行为来定赏罚。我们是智慧之人吗？是否以上帝作为我们生命的标准呢？或者是我们虽然领受了基督信仰的救恩，但却仍然活在过去。保罗写给初代教会基督徒的书信当中，他经常提醒到，生命必须要更新，不要再活在过去旧人的样式，要有基督的样式，有上帝的生命，否则就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。以弗所书第4章17节到24节，保罗这样提到：我现在奉主的名郑重地劝告你们，不要再过着像外邦人那样的生活。他们的思想虚妄，心地黑暗，跟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因为他们全然无知，刚愎自用。他们丧尽了羞耻之心，纵情之欲，无拘束的各种败坏的事。但是你们从基督所学的却不是这样。你们无疑听过他的事，做了他的门徒，学到在耶稣里才有的真理。那么你们要脱下那一向使你们生活在腐败中的旧我。那旧我是由于私欲的诱惑而腐化了的。你们的心思意念要更新，要穿上新我。这新我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，表现在真理所产生的正义和圣洁上。基督徒必须穿上新我，
这新我是基督的生命，是按照上帝的形象，是真理的，是正义的，是圣洁的。盼望我们能够活出保罗所教导的，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一个真实由上帝公义更新的生命。诗篇49篇第1节到12节，万民啊，你们要听；世人啊，要留心。无论贫贱富贵，都要侧耳聆听。我的口要说智慧的话，我的心要想明智的事，我的耳朵要倾听比喻，我要弹琴阐明其中的意义。在危难的日子，当仇敌围困着我，倚仗钱财夸耀财富的人包围着我，我都不害怕。人一定无法赎回自己，他不能付自己生命赎价给上帝，因为生命的赎价极为昂贵，人绝付不出足够的代价，使自己不进坟墓，使自己永远不死。你看，愚昧无知的人死亡，智慧人也一样死去。他们把钱财留给后代，虽然他们曾拥有自己的土地，坟墓却是他们永久的家，他们要一直留在那里。人的显贵不能使他不死，他跟禽兽一样都要死亡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愿意真心的领受主的教导，有上帝的特质，有公义和慈爱全新的生命，让我们成为真实的基督徒，荣耀上帝的圣名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